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准备时间都非常的紧凑。但是大光国小其实在线上教学这一块、科技化教学这一块，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当然，老师平常的这个资讯素养，就是要长期的去培养的。那特别要提的就是资讯组长。我们在停课一宣布的那一刻，他就冲到大卖场去买所有我们学校需要的3C 产品。接到这样子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开心的，时间压力很大，对，那但是对自己的期许也是很高，所以希望可以帮上忙。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起，因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全国升级为3级警戒，更在5月18日下午紧急宣布，隔日起各级学校停止到校上课。家长们纷纷担心停课期间孩子们的学习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在宣布停课后，立即公布线上教学资源平台，率先推出国中小统一课表、公版直播教学的课程。第一天的公播课程网络浏览就超过100万人次。这项做法随后也引起多个县市跟进，让学生们在防疫停课期间可以停课不停学，安心度过疫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教育局长怎么说吧。教育局呢，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3种的线上自主学习的模式。第一种就是联合了3家出版商，他们提供了免费资源，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请他们来提供的。第二套就是线上有很多那个自主学习的资源。那第3种叫做同步的这个远距视讯教学老师呢就要开始去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辅导团体呢，大概都受过远距视讯教学这样的训练，包括 Teams 或是 Google Meet。那所以在今年5月18号宣布19号开始全面停课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跟辅导伙伴讨论，就做出了这个应该是全国第一个所谓公版统一课表的直播教学。每一个人都是想，我们为了所有的老师减轻他们的这个负担，同时也很快让孩子停课之后他的学习就没有中断。所以现在我们台南的这一个部分也已经架设在我们在全国教育部资科司提供给全国孩子跟家长所谓要自学的一个平台上。我想透过这样的资源的这个共享，我想我们能够一起在全国一起防疫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停课了，我们也能让学生的学习不中断。我想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荣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全台老人接受新冠疫苗的注射，传出零星的死亡案例。台南市一名90岁的老翁，伫15号注完疫苗，16号暗时就不幸来过身。伫经过警方甲卫生局的通报，目前嘛报请检方来详验。我们于16号晚间19点多有接获119转报的一个案件在西门路2段的一处民宅有发生民众死亡的案件。那经我们到场了解他那个死者是一名年约90岁的老者。那家属表示，死者在15号，也就是死亡前一天有去施打疫苗。那施打疫苗当天就是人还好好的，但是隔天突然就是有呼吸急促，然后就猝死的状况。针对昨天晚上台南市有一位90岁的老翁在家过世那我们调查他前一天是有施打 AZ 疫苗，那这个我们也报请司法相验也报请中央来查核是不是跟我们的疫苗有关系。家属表示，老翁除了有胃肠的毛病，昨伫带病院门诊回来，爬楼梯就会喘，但家属并无质疑是毋是甲疫苗有关系。爱就自主回来啊，嘛拢无反应啊，是
的时阵，伊就拄3个月到爱去台湾病院迄个复诊啊，到啊，伊是住院间嘛，所以当去复诊啊，转来时阵爬楼梯就感觉有够喘的啊，安尼啊。哦。了解。所以恁即摆嘛不确定讲敢是注疫苗这个部分，恁敢有去质疑啊？啥？恁敢会想讲？没啦，我袂去质疑迄啦，迄年会来到遮多岁啊，有当好质疑的。卫生局长徐玉玲表示，目前专案除了报请检方来相验，另外嘛会通报为施打疫苗的不良事件，由中央来查核到底是毋是甲疫苗有关系。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为支持国产的疫苗，台南市议会由议长郭信良来发起，以行动来支持国力。只要国产的疫苗伫个得到卫福部紧急的授权，会用来施打，因嘛愿意来接种国产的疫苗，而且得到多位议员的响应。现在疫情这么的严峻那疫苗呢是所有民众所期待的。那因为一个国家呢，如果要展现自己的实力，这个疫苗属于战略物资。那如果自己的国家能够发展自己的疫苗的话，不但是一个国人的骄傲，也是一个成就。那我们就用行动来支持我们的国产疫苗。那我们的国产疫苗如果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查以及符合一切的标准之下，那开始施打，那我们要用行动来支持整个因为疫苗施打的状况那自己民意代表呢，要率先作为表率，就是呢这个施打的状况呢遵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示来照施打。那希望所有的民众不必恐慌。议长表示，因为疫情紧张，看到逐天的确诊加死亡人数不断的增加，疫苗的注射是上好的防疫。不过，伫个外国疫苗大家抢买的情形，民代嘛呼吁，如果国产的疫苗得到中央紧急的授权，希望大家要有信心，用行动来支持国力的研发。至于民意代表甲工会的助理，是毋是会用纳入第二类的中央甲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议长表示，一切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办理。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应用电子公司已刚出现确诊危机，虽然南科第一时间嘛成立大型筛检站，并且甲7间病院合作，全面启动快速筛检。从9号开始，已经累积到16号。虽然其中有出现伪阳性，不过最后经过 PCR 检测，总共5938位移工拢是阴性，确保目前南科园区安全无顾虑。快筛站感谢7家医院的协助那个时候在第一时间就紧急成军从6月9号到6月15号。总共快筛了5938人，虽然有10个人是伪阳性，那后来的 PCR 都是阴性，所以是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快筛结果5938人全数都是阴性。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嫁接我们的今天是胸腔病院梅和跟我们的企业去做在现场做快筛，所以我们对于南科快筛站还是持续在运作。然后因为一开始我们是市府来介入来赶快协助救急，那现在开始由我们的企业跟我们的医疗院所一起去嫁接一起合作来做这个快筛的服务。那重点是，如果筛检出来有阳性的，我们卫生局会协助他后面的 PCR 甚至是就医。虽然南科筛检站任务将要结束，不过企业一旦有需求，市府嘛会下医护人员进驻。东城区嘛已经规划注疫苗应用，只要大量疫苗入来，园区得当马上执行，确保员工安全，嘛有企业运作未受到冲击。台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基层员警在第一线执行勤务，需经常与民众接触，成了高感染风险族群。为了感谢警方过去曾多次积极协助打击盗版，宽频服务及有线电视集团 Home Plus 中嘉继去年捐赠流感疫苗给警方。面对这波疫情，中嘉总经理童志祥决定再捐助4万剂的快筛试剂，提供警政署进行防疫运用。检测15分钟内就可以得知结果，协助基层员警保护自己以及广大民众。我们这一次捐献4万个筛剂给警政署的这个机构，那原因是因为我们
长久以来在我们这个业界最头痛的就是盗版。那我们这警政署的同仁们，其实过去在帮我们做打击盗版，其实付了很多的心意，所以我们很感恩他们。同时在这一次疫情的期间，其实这些员警们其实是走在第一线，在保护我们台湾所有的民众，所以我们真的也很心疼他们会这样子的冒险为我们，所以我们想捐献这4万个快筛剂是能够让他们比较安心，让他们的家人也比较安心。我们这次捐献的叫安特罗的快筛剂，那15分钟之内就会有结果，而且针对于英国的这样子一个病毒，其实是可以检验得出来的。除了捐赠快筛试剂 ，HomePlus 中家也从本业出发做公益，率先宣布提供低收入学童家庭新旧用户3个月宽频账单减免补贴。中家是一个在地的企业，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有企业公民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首先我们就针对我们的用户，低收入的用户，我们先给予他们这个3个月的免账单的这样一个优惠，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这样一个比较辛苦的时候能够度过。那同时针对于我们的新的，如果有一些低收入的用户，其实他们的家里面有小孩想要学习的话，那我们也提供3个月宽频上网的服务。为了让学生在疫情期间能持续学习，中家也响应政府停课不停学，提供第3频道及机上盒随选视讯服务给市府播放教学节目，包括桃园、台南、高雄、新北、基隆可于第3频道收看课程。机上盒随选视讯服务目前已有基隆、新北、台北等地的课程陆续上架。那我们也跟地方政府在做一些合作，把第3频道我们提供这个 Video on Demand 的服务，因为政府提倡的是停课不停学，我们也觉得学童的学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频道空出来，让地方政府可以上架一些让孩童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希望这些都是能够帮助社会大众，帮助我们的客户。而因应疫情的变化 ，HomePlus 中家对内也启动分流，鼓励同仁在家上班，并为需要服务客户的第一线同仁规划完善的防疫措施，保护员工安全，维持健康身心来服务消费者。其实我们所有服务的这个同仁们，他都会先量体温，然后标示他自己体温的状况，同时绝对是身上带着酒精、戴口罩、带该有的防护的这个设备。都是必须的。那我们的门市也是一样，采取这个10连制，然后限制同时进到店内的客户数。那当然就是全面的这个每天酒精的消毒，以及做隔板，这都是必须的。面对疫情严峻的挑战 ，HomePlus 中家积极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希望以实际行动发挥企业影响力，与台湾民众一起渡过难关。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这波疫情因为全国各地确诊者拢到传统市场消费，连带造成市场防疫成为关键。根据经发局表示，目前台南的传统市场除了拢有进行实联制甲出入的管控，透过甲外省平台合作，避免消费者自集的风险，也互摊商减少疫情的冲击，甚至会当拓展生意。根据开湾市场自治会会长表示，伊个人真早就有老顾客透过手机知影有啥物鱼通买，佮希望伊协助外省做法，所以这波甲小短腿外省合作，经过沟通，摊商大家拢真配合，嘛互业绩一步一步成长。因为毕竟足侪人客无要出来啦，安尼都用安尼甲送伊方便啦，但是迄物件拢固定啦。
啊，我若传来互人客看，他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安尼，嘿啊。所以你本身做早在咧做啊？我做栽培，我做差不多30档有啊。嘿啊，嘿，我做早就本来，拢北部、中部来咧买，因为伊种我会送你，你搁送伊无你甲我买，你会送伊感觉讲安尼袂歹，伊就爱买啥物物件，甲我讲咧，我处理你的，甲整空起来，甲行过安尼。团商配合状况安那？团商配合，目前大家真踊跃啦，因为毕竟无大家团商拢用啦，有个团商无爱安尼无用啦。阮遮有配合的，这大家拢讲袂歹啊。另外，伫大菜市，因为市场规模愈大，消费者会当选择的摊商愈多，而且做花买，伫疫情期间，政府阁有补助运费，驻地花嘛相当肯定，生意成长袂少。人消费者少，像市政府要帮阮这配送这款小短腿做了是真好，所以可能会当推广到别个市场去。因为阮东菜市的小短腿，市政府阮辅导的真正成长率很高，所以这当有可能当各市场当安尼做嘛袂歹，这嘛算一个可行的方法啦。特别是传统市场，虽然同款拄着疫情危机，不过因为外送，却将危机变成转机。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但市政府伫网站设立 COVID-19 仪表板，主要是传达第一个地方政府所设的网页资讯，而且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5万人次看过，等于是1分钟都有12个人观看。其中民众查询上济功能，就是较真地图，会当了解较真个案的说明，甲彼此之间的团结关系。你现在大家上在意的注疫苗，13号开始经配合日本关键疫苗的施打，同款透过一张疫苗地图，会当轻松知影优先施打的族群、施打的日程甲地点，好台南疫苗政策公开透明。那目前呢，台南市总共有158个专责服务85岁以上长辈的疫苗接种站。那以总人口数来讲我们是6都当中接种站平均所需要服务的人数是最少的。换句话来说呢，我们是对医护人员和市民都是最友善的城市。那目前呢，多数的县市大多以大型的接种站来为长辈服务。那台南市则因为洪伟哲市长特别体恤长者出门不便，那也配合中央就近施打的政策。特别跟诊所设立了158个专门服务长辈的社区接种站，那而且提供贴心的接送的服务。那平均来讲，我们每14.23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接种站，那15分钟就可以到达接种的地点。那相关的资讯呢，可以询问各地的区公所，也可以上市府的 COVID-19 的。仪表板来做查询。据说市长嘛提醒增加注疫苗的整合资讯甲地图，虽然是第一手完整的资料，不过一定要注意是依照公所所发的通知单为主，而且分配到倒一个施打地点拢有固定。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随着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哪来哪增加，在防疫期间，为了避免民众焦虑的产生，专家除了提出增加心理的韧性，莫规工浸伫中国的媒体资讯，过头专注伫确诊者的脚架以外，另外市府卫生局嘛提出安静能希望，有自觉来稳定心灵。5大招第一招是安安就是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怎么注意安全？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还要注意你的社交距离，这样才能保持你的安全第二个就是要静，那静的部分就是最近很多疫情的报道大家可能心情也会因为疫情报道有起伏心情会比较乱。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就要适度的去调整你观看疫情报道的一些情形。那再来。就是要保持你的心情要安静，这样才能减少你的焦虑那第3个就是能的部分就是你要多运动，
补充营养，还有一些充实你的防疫知识，这样才有办法提升你的防疫的能量才能知道说怎么去应对疫情的发展那再来细就是大家可能都被居家隔离、居家检疫，没有办法外出，那你怎么跟你的亲朋好友联系？你可以利用网络利用我们的电话跟你的朋友继续做联系关怀，这个部分也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网络跟电话大家互相鼓励，这样才能平安的度过我们这段的期间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希望，那望的部分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疫情处理要有信心。那大家在看到疫情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对疫情会结束过去的这些正向能量我们要对抗这个病毒，其实是需要大家的帮忙如果大家对我们所做的这些防疫措施有信心的话，我们才能产生正能量配合政府的各项政策，我们才有办法挺过这次的疫情。除了有自觉稳定自我的心灵，另外卫生局嘛鼓励民众随时了解家己的心情指数，是毋是伤过头郁卒。如果有问题，会用卡1925的专线，或者是免付费的心理咨询预约专线3352-982，拢有专人为你来疏解情绪的压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南病院最近将病例70岁陈女士伫去年中风来到病院治疗，经过医疗团队用心照顾，将伊恢复健康。病院为了预防陈女士再度中风，开了抗凝血药物转去厝食，但2个月后，陈女士的骹手常常会常常出现乌青状况，而且反应甲讲话嘛愈来愈慢。家属带患者转来到安南病院检查，发现竟然是凝血功能异常所造成。经由抽血发现，阿嬷竟然是凝血功能异常，然后造成了身体有一些不正常的出血，就是皮下出血。那因为这样的 case 案例其实是蛮紧急，就转来我们的急诊室。那转来之后，我们帮他验血，其实阿嬷除了凝血功能严重异常之外，还有急性的肝肾衰竭。后来呢，我在这边看着阿嬷，我觉得她讲话真的是跟以前差很多，好像讲的就是很钝很钝。然后我们就帮他再做一个电脑断层，也发现他有双侧硬脑膜下腔出血。那由于这个阿嬷并没有跌倒的状况，我们推测可能也是因为凝血异常造成的一个并发症。那在当天就紧急帮他打上了维他命 K1， 就是抗凝血剂的拮抗剂。那之后呢，也安排加护病房做救治。那大约10来天之后，血块慢慢的吸收，阿嬷也就恢复了清醒，然后一些肠胃道出血的状况也都改善了。台湾人定会用中药补身体，在中药材当中的当归、大蒜、人参、银杏等等，拢会有加强抗凝血作用，可能拢会造成并发症的发生。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中药，或是我们俗称的药补。大家很喜欢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吃姜母鸭或是一些当归之类的地母，可是这些有时候会跟我们的西药造成一些交互作用，那可能会造成过度的活血，容易出血，所以我想这方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医生另外提醒，有服用抗凝血剂的患者，若是有其他疾病要就医，不论是看中医还是西医，拢要主动甲医生讲，家己有服用抗凝血剂，避免重复用药，产生药物交互作用的状况，危害到家己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